据了解，维吾尔艺术家、著名歌手希热丽·埃尔迪金自2021年年中以来一直在押，有被监禁的可能。2022年4月27日，居住在挪威的维吾尔维权人士阿布都威利·阿尤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的帖子显示，艺术家埃尔迪金于2021年6月在乌鲁木齐被中国警方以与外国人接触为由拘留。埃尔迪金在维吾尔什尔姆卡姆、维吾尔传统民乐和流行歌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。1975年出生于喀什艺术学院，毕业后一直在乌鲁木齐市维吾尔姆卡姆团体工作。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周一召开视频会议，发布了2022年度世界宗教自由报告。美国国会2位重量级议员在会议上专门提及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。报告说，2021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。报告说，中共继续强力实施中国特色化的宗教政策，要求宗教团体和信仰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意识形态。报告指出，东突厥散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继续成为宗教破坏目标。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、维吾尔人权律师努尔特克尔表示，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。为防止疫情蔓延，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限制措施。周四紧急宣布，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提前放假，进入五一假期。根据中国官方周五通报，中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28日共增15588宗新冠本土病例。印度宣布成功测试了超音速布拉莫斯反舰巡航导弹。印度军方还分享了布拉莫斯导弹摧毁海上目标的视频。布拉莫斯导弹以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和俄罗斯莫斯科河命名，由两国共同研制。英国政府说，他们将在东欧部署约8000名部队，参与北约夏季军事演习。国防部声明说，将部署数十个坦克，在包括芬兰到北马其顿等国家。北约其他成员国，包括芬兰和瑞典在内的数十万名士兵亦会参加。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挪威政府已决定对俄罗斯船只关闭其港口。挪威当局宣布，港口将从5月7日起对俄罗斯船只关闭，渔船将不被纳入禁令范围。